班中國暴走團亦都係恃住自己人多，咁所以一出到街啊，就好自然認為成條街都係佢啊，你哋一定要遷就佢咁樣嘅。咁大家而家終於明啦係嘛？咁所以唔好話難聽講句啊，你哋班中國暴走團啊，做運動只係你哋其中一小個嘅目的，更多嘅就只係想追求達權。叫下達將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就最近咁香港就出現咗一大班中國大媽暴走團。咁一班中國大媽咧，主要係透過旅行團嚟到香港，咁然後就去到香港僅存嘅公共空間，就嚟係西九龍文化區海濱公園，就成班人好似步操咁樣，邊行邊播歌，邊嗌口號。哇！救命啊！真係扮到你阿媽都唔認得啦，唔係講笑。大佬你玩過未啫？早排先有一大班啲窮遊特種兵嚟到香港又食又靚，依家咧仲要嚟埋嗰啲中國大媽暴走團喎！你係咪唔想香港人繼續生存啊？即係依家香港嘅生活觀夠大噶啦，想話放假海濱公園嗰度放鬆下，都俾你班嘅中國大媽暴走團有嘈喧巴閉，頂你個肺啊！你班人都已經唔細噶啦，係咪要俾人哋點到花開又富貴你先肯節制啊？乜屋契？我受夠啦！你當我係咩？你咪玩緊我啊！係要我發火先得嘅，咁亦都係一件事啊！咁我就特登上網去進行考古，睇下呢一班咁嘅暴走團係啲乜嘢嘅畜生嚟嘅咧？點知唔揾由自可，一揾就俾我發現，哇！原來唔止香港人啊，就連一大班嘅中國人，包括嗰班小粉紅啊，都頂唔順一班嘅暴走團啊！你話死唔死啊？即係到底一班人咪黐線㗎？連自己人都頂佢哋唔順喎！你話真係有病嘅成班人都。咁所以今日我就簡單整合咗一件事嘅背景資料，俾你哋了解下，即到底一班中國大媽嘅暴走團嘅由來係喺邊一度咧？即到底佢哋喺中國做咗啲乜嘢行為，係連佢哋自己人都頂佢哋唔順咧？話，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啊，去分享啲嘅個人睇法嘅 ，OK。咁關於中國暴走團啊，咁查實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就係近年中國崛起嘅中老年人集體上街暴操嘅一項運動嚟。咁佢哋主要係着住統一嘅服裝，跟住一個領隊集體向前行，再配搭埋震耳欲聾嘅音樂，邊走邊嗌口號嘅方式，佔用道路、公園、廣場等等多個嘅公共空間。咁而喺醫學上咧係可以解釋呢一個行為嘅，個學名就係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佢嘅病徵咧就包括有抑鬱、癲癇、精神分裂、輕佻驕傲、有犯罪傾向，仲有佢會有自殺嘅傾向。咁點解中國會出現一班暴走團嘅咧？坦白講句啊，直到依家就連嗰班中國人都諗唔明究竟呢一班咁嘅心態係從邊一個嘅石頭爆出嚟㗎。咁喺網上面就主要流傳出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就係其實一班暴走團啊係源自於2010年南京有一班嘅後生仔想推廣強身健體嘅運動而搞出嚟。到後嚟由於有越來越多中國大媽大叔加入之後啊，就開始變質，就變成今時今日呢一種義和團式嘅暴走團咁樣啊。咁第二種講法啦，就係一班暴走團其實係廣場舞嘅升級版嚟㗎。咁就係由於早年啊，有好多嘅中國大媽大叔經常跳廣場舞，而惹嚟唔少人嘅不滿投訴，甚至係俾人報復抌爛晒佢哋嗰啲音箱設備。咁亦都係咁，中國大媽大叔嘅暴走團就係咁樣誕生，透過邊走邊做運動嘅方式，再配合埋佢哋嘅音樂啊，走到去街頭嗰度暴走，一嚟又可以避免地方嘅管制，二嚟由原本嘅定點變成流動，又可以避免俾人哋舉報報仇，減低對佢哋嘅影響，三嚟就出街暴走嘅活動範圍變得更大、更自由、更容易滿足到佢哋。咁所以就搞到佢哋一試啊就翻唔到轉頭啊！咁對於一班中國暴走團啊，我見有好多嘅中國網民都係相當不滿。咁主要就係因為佢哋啊又嘈又煩又阻街，真係撲你個街啊！真係咁最攞命嘅係，咁佢哋仲以為做埋一大堆唔文明嘅行為，真係睇到人啊想大巴咁樣車落佢哋嗰度啊，唔係講笑。咁更過分嘅就係，早喺今年7月，網上面就流傳出一段影片，咁就係有一班中國暴走團啊阻住一架救護車前行，就令到有好多嘅中國網民嬲到震啊，個一面倒走出嚟鬧佢哋啊！說你們退休的待遇是不是太好了？這幫暴走團的老人看見119和120都不讓路，最後還是咱們公務車做出了讓步，理由是什麼呢？據說是老人怕影響隊形，真牛逼呀！我給你點讚。還好這回119和110是去維護演習現場，如果真遇到救命的急事，你說咋整？難道你們也不讓路嗎？所以我建議對你們最好的處理，減少退休待遇，
还必须要严惩。那帮被网上骂上热搜的辽宁朝阳暴走团，被一个白衣大哥骂得解散了。暴走团，你是谁的父母，又是谁的爷爷奶奶？给你家的孩子丢脸了，为老不尊，怎麼教育自己的子孫呢？咁除此之外，一班中國暴走團啊，亦都會去中國大陸以外嘅地方進行暴走。就例如係喺今年嘅10月31號，咁就有一班中國大媽大叔嘅暴走團啊，就走到去人哋南韓嗰一度暴走。咁而且當其時啊，佢哋仲着住疑似係軍服服裝，就引嚟大量南韓人嘅不滿。咁直到最近，咁就輪到我哋香港領嘢啦。咁就話喺今年嘅11月11號，咁有一批由深圳出發嘅暴走團啊，就乘坐旅遊巴嚟到香港。咁然後佢哋分別就喺西九文化區、維港海濱公園嗰一度就進行暴走。咁從影片裏面大家見到啦，就係佢哋係統一着住藍色嘅服裝，一邊做運動，一邊嗌住口號，仲要播到嗰咁嘅死人音樂鬼殺咁嘈咁樣，對當地造成嚴重滋擾。咁呢件事同樣都係引嚟好多香港人嘅不滿。咁然後就喺網上面一個二咁樣留言鬧爆一啲中國嘅暴走團，不知所謂。咁首先第一個想回應嘅就係，即係當我睇晒成件事之後咧，咁我都特登上網揾下嗰啲暴走團參與者嘅解釋，嘗試去了解下佢哋嘅睇法。而我就見到有啲啊，就講到話，我以前身體唔係咁好啊，咁但係自從參加咗暴走團之後咧就好咗，喺生活就充滿咗激情。由於中國同埋西方國家係好唔同，有好多嘅組織社團都係被禁止嘅，咁就搞到有好多中國老人家咧嗰啲社會活動都係非常有限，而暴走團就成為咗佢哋嘅唯一選擇啦。我睇完之後咧，咁的確你哋都有你哋嘅道理嘅，即係你話要做運動強身健體擴展社交圈子一啲其實係冇問題嘅喎。咁而個問題係，大佬你都唔能夠為咗滿足自己嘅需求而合理化你影響緊其他人一個嘅行為㗎嘛，仆街！我試下凌晨12點嘅時候喺你門口屋企度唱歌啊！真係做啲係啊！我咁樣壓力會唔會咁大㗎？咁啊得唔得啊？你俾唔俾我咁樣做先？唔好俾我出手啦！我癲起上嚟自己都驚啊！咁更過分嘅就係，你班嘅中國暴走團啊，係唔單止影響緊其他人啊，你仲要做埋一大堆唔文明嘅行為，一個先係最攞命啊嘛！即係就正如剛才影片都有分享到，即係又推冧嗰啲共享單車嚇，又踢開路障，哇行為卑劣到極點，即係唔講啊！我仲以為一班人係義和團嚟㗎，即係差在你哋係冇攞嗰啲刀槍喺手嗰一度㗎咋，你唔好話啦。咁到底點解一班嘅中國暴走團啊係會做埋一啲咁唔文明嘅行為咧？即係查實社會學都可以解釋呢一點㗎。咁首先社會學上面啊就有一個 term 就叫做集體行為理論 （collective behaviour）。咁簡單啲嚟講啊，即係當一個群體越嚟越大啊，咁大家嘅責任就會變得越來越低。情況就好似暴走團咁樣，當有100個人上街暴走，咁一班人就會產生去個體化 （individuation）。就算做錯事啊，只要有100個人一齊去做嘅話咧，就會合理化佢哋嘅行為㗎啦。其次就係當一班中國暴走團嘅人數越嚟越多，即使佢哋霸咗成條路啊，佢哋都覺得冇問題㗎喎。咁啊一種喺社會學上面啊就叫做 territorial behaviour。咁聽落咧就好似唔知乜鳩嚟嘅，咁但係其實啊，我哋日常生活裏邊都經常接觸到嘅喎，就例如係黑社會搶地盤咁樣，其實個形式都係類似嘅，只要夠搭馬，你就會認為嗰個地方係你，個地盤係你，咁你就可以為所欲為。同樣情況，一班中國暴走團亦都係恃住自己人多，咁所以一出到街啊，就好自然認為成條街都係佢啊，你哋一定要遷就佢咁樣嘅。咁大家而家終於明啦係嘛？所以唔好話難聽講句啊，你哋班中國暴走團啊，做運動只係你哋其中一小個嘅目的，更多嘅就只係想追求特權，恃住自己人多，而且個個仲要係廢佬嚟嘅，就可以享有集體特權、空間特權、長輩特權，然後就屌你個老母個個通街走啫嘛！我冇講錯你嘅，成班垃圾。所以平時咧，即係特別尊重老人家㗎。咁但係睇完你哋一班嘅中國暴走團啊，真係令到我覺得，就算有一日啊，我忍唔住手打柒你哋啊，我都覺得自己係維護緊世界和平㗎。咁第二我想回應嘅就係，即係你哋一啲中國暴走團啊，你話你喺中國嘅東北地區我都算啦，即係始終嗰一度地方大，道路又闊啲，即係如果你話要南下走到去廣州一啲咁嘅地方，其實都係窄窄地勉強容得到你哋㗎咋。而直到依家，你哋居然夠膽死走到嚟比廣州更加細嘅香港嗰一度，大佬你哋係咪搏打啫？你係你啊講啊，咪搏打你哋。嗰度香港地少人多，有幾多嘅公共空間，大家有目共睹啦係嘛？咁我哋香港人放假嘅時候打算去一啲海濱公園僅存嘅公共空間嗰度唞一唞放下狗，點知係遇着你哋班中國大媽度玩暴走，仲要係播埋啲音樂難聽到嘔嘅。點解要
逼我殺人啊！所以我都講過好多次咯，我哋香港人之所以咁憎恨你哋班中國大陸嘅人，唔係冇原因嘅。由以往你哋有一大班嘅人嚟到一度走水貨搶奶粉，到之後有一大班雙非嘅兒童嚟到香港搶資源、搶學位、攞福利，再之後2008年汶川地震捐錢俾你班人咧，你班契弟食夾棍貪走晒佢，到後嚟仲要係逼我哋講普通話，又要成日喺抖音啊、小紅書嗰度拍片唱衰香港。喂，你試下調翻轉啊，我哋日日咁樣對你，你又點樣啊？即係你唔好話嗰啲咩捐錢啊，嗰啲咩搶資源啊，我就攞你哋成日稱呼香港人做乜嘢敵人為例。你試下我哋香港人日日同你講話你哋病夫啊，中唔中意啊，開唔開心啊，咪仲想同我做朋友啊？咁所以唔該你班人好好記住啊，即係你哋要嚟到香港文明旅遊嘅 OK 冇問題，我係非常尊重。咁但係如果你哋咧學撚似嗰啲中國暴走團咁嚟到香港呢一度嘈喧巴閉，完全唔尊重當地文化嘅話咧，我叫你做食屎狗，食屎狗。咁最後第三啦，就係一件事，我就發現咗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就係有一班嘅中國人啊，就會將一啲中國嘅暴走團稱之為中國藤壺。初時咧我都唔知係咩嚟噶，到後嚟都上網了解咗之後啊，我先發現，哇！大佬真係好適合形容一班中國人噶。咁首先簡單同大家講講究竟乜嘢係藤壺啦，即係藤壺其實係一種海洋生物，係會緊貼咁樣黐住啲船底啊、岩石上面，通過進食浮游生物嚟到去生存。咁藤壺最撲街嘅地方就係在於咧，一旦佢哋黐住咗個船底嗰度，就會大大增加咗架船嘅阻力，從而浪費更多嘅原料。簡單啲嚟講，就即係話一啲藤壺啊，係會依附喺某一個嘅地方，對嗰個地方冇貢獻之餘，仲會係不斷拖人後腿㗎。咁當你了解到一點嘅時候，你再望下嗰班中國嘅暴走團，我哋個街又真係幾似嘅喎，就即係一班中國大媽大叔嘅暴走團啊，就好似藤壺咁樣，依附喺中國裏邊，一直做埋晒啲損人利己嘅行為，浪費社會資源。呢個比喻真係一流。咁更過分嘅就係，當一班咁嘅中國藤壺走到去世界各地咧，就有可能會變成世界藤壺，即係嗰班生活喺海外嘅中國大媽同大叔，一方面就不斷享受住西方國家嘅福利同待遇，咁而另一方面啊，自己就用盡方法去避稅逃稅，又唔融入當地嘅文化同生活，即係好似藤壺咁樣依附喺其他國家嗰度，自己零貢獻之餘，仲要不斷拖人後腿，消耗當地嘅社會資源。咁所以果然中國人真係中意了解中國人啊！即係果然都可以俾你諗到用藤壺去形容你哋一班嘅中國人喎。啊，你哋真係好嘢嚟！咁希望藉住呢件事啊，即係既然我都見到有唔少嘅中國人，其實你哋係好討厭中國藤壺、世界藤壺嘅存在，咁就唔該你哋真係引以為戒，就唔好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喺一走到其他地方嗰度咧，自己就變成世界藤壺，咁樣就真係唔好怪人哋睇唔起你啊！收皮啦。咁我講咗最後先，希望透過呢條片啊，俾大家了解多少少呢一班中國暴走團佢哋嘅行為係有幾咁卑劣。即係你依家冇講話香港人啊，係就連班中國人都對佢哋係非常不滿嘅。咁你最後啦，即係你又唔好俾我講中啊，就係呢一班嘅中國暴走團咧，你哋係咁樣做呢一種嘅行為，試探人性嘅底線啊，遲早有一日實玩出火嘅。頭姐係參在有邊一個人最先頂唔順，然後同你開火嘅咋，你唔好話啦。所以冇噶，我覺得好多嘢都係因果關係嘅。即係當你今日你班嘅中國大媽大叔喺度四處叫囂，他日你就唔好喺度怪人哋走埋過嚟請你一招啊！人私隱要好忍我老婆啊，最嬌悶就你。咁我今次帶到一件事點睇咧？咁就係最觀眾亦不可下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多謝追條片嘅 subscribe 啦 ，subscribe 咗冇位嘅個鐘仔排晒上面頭先收睇，拜拜。見到條片，我點解你個頭好似咩㗎？你個頭點解似有嚿屎咁樣嘅？你估得㗎？你做咩啊你？你即刻陷阱咩爸爸？點解頭有嚿屎嘅？你掹晒點解有個掹晒喺上面㗎？啊？咩事啊？尿嚟㗎定係屎嚟㗎？呢個你點樣去廁所㗎？你係咪特登㗎？你咪知道爸爸錫你所以特登整上去㗎？咁錫你個嘴啦，唔好計啦。薯餅都得㗎真係。好啦。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链接，一起来投稿吧。